有冇發現咧？之前500幾萬都未必買到嘅地段咧，而家竟然300幾萬就可以買到咯喎！仲要係南西環湖嘅傳統富人區。天璽湖咧，最近喺網上面瘋傳佢嘅樓層圖，暫時咧只係得第3座係睇到間隔嘅。咁好多行內人都估啦，好大機會係買第3座先。咁單位嘅類型其實都幾廣嘅，由開放式去到4房啦、大小嘅複式啦，甚至乎係別墅都有嘅。據說係包裝修，而且戶戶有露台，而預計嘅尺價咧應該係會落喺8000蚊左右。咁即係開放式300幾尺嘅，大概個總價就係300幾萬就搞掂。講真，呢一個地段咧一向都唔係容易入場嘅，但係今次見到呢個價位對比翻之前咧，真係好少見。我就好好奇啦，如果真係300幾萬就可以入手南西環湖嘅住宅，你又會唔會考慮出手呢？我手頭上整理咗份樓盤嘅筆記，有些少揀樓嘅建議。如果你想睇嘅，就 DM 我天璽湖，轉頭 send 俾你啦。買樓有眼光，記得揾2Won。